这算什么？打卡。也没事，神志也算清醒。你干嘛？你吓死我了！出什么人命呢？你在干嘛？不是我，是我朋友要生了。宝宝，你先回去吧，妈妈不想你现在出来见花痴。姐姐。那个，今天谢谢你啊，幸亏你及时赶到，把我朋友送到医院，要不然他可能就要在曼咖临盆了。然后我给自己孩子起名叫曼生或者咖生，真的，你信我，他起名就这个水平。本小姐舍弃工作，陪你在产房外待了几个小时，见证了一个女人一生最惨烈的时刻，我到现在还有心理阴影。你就只跟我说一声谢谢啊？要不10声，或者你想听多国语言版？还多国语言，脑袋瓜挺灵啊。那怎么就突然是？你让我死吧！你别疯了。死？那怎么行啊？万一我怀上了，孩子不就没爸爸了？哦，那晚我好像危险期了。你别说了。哎，你是一个女生啊，你想怎样？还看不出来吗？我在追你啊！啊？追我？你不是挖墙脚吗？墙角要挖，人我也要。做梦吧，两边你都别想。那就先顾一边，跟我交往吧。你神！敢说那3个字，我立马把刚刚视频发给青年。你无法无天是吧？抱歉，我就这脾气，我还3心2意，墙头无数呢。真以为我对你有多长情？所以呢，我要是你啊，就乖乖听话，反正我很快就会验了。到时候一别两宽，你就当在游戏里走了一条剧情线，攒个经验值呗。算了吧，就是你这种类型，放在游戏里一辈子我都不会攻略的。从明天开始，手机24小时待机，随传随到。啊？什么？还有，打卡盖章，今天的份。放心，今天只要亲一下脸，咱们循序渐进。你给我有多远死多远。你走着瞧。